各位主来所敬听兄姐平安。我细汉的时非常的搞怪，我的妈妈真严，所以我时常互人修理。我会记得一句话，因为是真传统的一个因为我台南人吼，真传统的一个妈妈。伊一句话，我到大汉的时常会甲伊讲滚笑。伊拢讲一句话，伊讲吼，我生目睭发目睭吼，毋捌看过迄个囡仔遐尼手情、遐尼搞怪、遐尼作孽的。迄所有当形容的，差不多拢讲出来。讲了就开始修理。因为修理了未记住，就去搞怪，就去互修理。到尾我咧想讲，我讲妈妈，我甘你生哈。伊足生气啊！伊讲你哦，毋是石头工逼的，无你甲生少。伫以色列的民族。伫今仔咱所看的圣经，伊讲本地是已经要死的亚兰人，架卡伫埃及的所在是少数的。总是当因咧流传这的话时，因是伫一个相当好的一个年代内面，为着因的囡仔，确立因对上帝的领受。所以，因世世代代拢在流传一个自我肯定的告别，这个告别就是今仔咱所读的圣经，甲伊的囡仔伫遐来强调，咱的主早前是啥物？是已经要死的亚兰人，是少数，佮架卡伫异邦的所在，总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疼叹，互咱伫遐成做佮大佮强，人数佮济。我想咱去看这段圣经时，咱会发觉以色列人因的真实。以色列人因一个真骄傲一句话，就是阮是上帝的选民。面对真侪这的啥物，其他的国家、其他的遐人做无到的、做未到的，因做会到。总是因做会到，毋是讲伊阮强、因阮勇、因阮怎样。因所讲的是，阮是上帝的选民。咱通看起伫这个圣经在内面，伊所描写、所甲咱讲的是，以色列人因深信，因为因对耶和华上帝迄种的倚靠，所以才有今仔日因会强，因会大，这是上主要的原因。即摆人口差不多700-800万，土地嘛差不多像台湾同款。总是咱看起世界，无有一个国家会当亲像伊伫1948年个复国，无有一个国家敢看起因。因迄个国家的位置，一边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埃及，拢是这回教国家甲因围调咧。总是无一个国家敢入来，因的信仰，互因有这种的确信。因世世代代流传这种自我的肯定，是肯定因对上帝恩典的领受，毋是肯定因家己本身。对因的事实，因无必要制造一个神话，制造一个神迹，制造一个轰轰烈烈的假象，轰轰烈烈的假象来互伊的事实未迄伫遮的，反倒等伊用真实在甲伊的行顺顺讲，咱较早是差不多要死无效啊，咱较早是怎样，总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互咱到伫今仔日，无暗砍伊卑微出世的过去，无暗砍因过去怎样背嘅上帝，受到上帝惩罚迄种的事实。反倒当咱看起今仔日咱人类历史的中间，时常咱真惊人去甲咱乌臭头屁，惊人看起咱无去，惊咱出世卑微，所以咱拢爱用一个什么真正呐，亲像天为着咱咧落雨啦，什么为着咱用这种的假象伫遐来咧面食，就是咱有看起以色列因真忠实
来认同因迄种的过去，这个帮助因坦然来面对上帝，来看见上帝对着因的恩传。我想今仔日咱所徛起的这个台湾，自古以来咱讲叫做福摩萨，一个真美丽的岛屿。到伫今仔日，我时常咧想，有一天我要甲我的囡仔、甲我的孙仔，要安怎来描述这个福摩萨。咱有看见今仔日伫整个环境中间的破坏，咱有看见今仔日咱对整个社会等等遮的可能咱有真大的感触。当有一个人伫咱中间伫遐来讲，听讲恁台湾真水，听讲恁台湾是福摩萨，听讲恁台湾怎样是，咱唔知要怎样来甲伊描写伫咱今仔所徛起的这台湾，咱要怎样甲咱的子子孙孙来讲起这个福摩萨？我想这是今仔日咱的问题。我真感谢上帝，咱人对上帝的话语的中间，咱来学习。我想对今仔日新闻记的记载内面，咱能看见以色列因伫历史迄种的定位，咱有看见以色列民族因对伫上帝迄个信靠来改变因的命运。所以我想通过今仔日咱所看的圣经，通过当时代所发生起的代志，通过圣经所所描写，咱等到伊的背景，咱能看起。现在咱有3项功课，咱来学习。一项就是信仰的历程。对以色列民族来讲，因的信仰历程是对一个要死要无去的，行往伫一个得到生命的民族。对摩西带因出埃及，伫旷野40年久，到入迦南地。虽然面对伫因头前的是未知的世界，总是因较信上帝对因的应允。虽然伫旷安的时有可能无通食，死亡率嘛真悬。我想咱会当去感受到，特别咱若去看一寡纪录片，伫非洲的所在，真侪遐的送香的所在，咱有看见伊会知有一片面包人食，非常感谢欢喜。总是下晡会食食，毋知伫倒位。咱看到咧囡仔一个鼎已经空空啊，伊搁伫安那，伫遐咧揢，因为遐有一粒饭粒啊。咱无多人经历人迄种的痛苦，每一项代志，每一个物件，甚至家己的生命拢是暂时的，毋知什么时阵瞬间就要消失，伊无法度人知影。啊，用这个来描述、来描写、来回想当时住伫埃及的遮的以色列百姓，咱就会当清楚因迄种的心境。咱倒转来到咱今仔日的社会，咱嘛咱看见伫今仔日的社会中间，咱有看见真侪人的心欠在嘛真无平安。咱有看见真侪人，咱亲像带着真悲观伫遐来面对着今仔日的生活，用这种的心态来咧行咱的人生。有可能是咱的身份，有可能是咱的环境，有可能是咱出生的这种的背景，也是讲因为今仔日咱所面对这种现实的社会所形成互咱的无奈。这是一般咱伫社会中间咱所看见，就是咱真做一个基督徒，咱若倒转去看上帝怎样祝福、怎样引出以色列百姓，咱若有信上帝。上帝今仔日怎样带咱？捌有一个社会学家，伊去伫南州伊感受到一个真大的冲击。咱知影20-30年前，南非是一个隔离迄个隔离政策迄个种族的隔离政策真严重，乌含白，含教会嘛安尼。伫伊去的时已经改善真济啊。总是犹原存在真侪遐个无公平。你讲一边伊坐伫公车，到一站停落来时，有一个福人人、乌人福人人，牵伊一个查某囝上公车，囡仔坐着公车，足欢喜的，安尼跳，安尼起哩，就随撞去头前的位就坐落。这个福人人将迄个车主甲等伫迄个司机边咧惊无2步尔，司机甲讲等下，
你减落一角，你减落一角，这负责人伊算算会到，无咧就无减呢。伊甲司机讲，无呢无减呢，我拄啊好呢。司机目睭安尼小可瞄一下，好啦有啦，去坐啦。迄种的态度，迄种的口气，因为伊是黑人，伊足歹势。伊想讲，这个司机的动作，互我感觉袂随我要爱变甲伊拐。啊，即摆伊查清楚啊，我黑人害我伫正人面前，互司机安尼足歹势。伊就行对后壁，要行是行到伊的查某囝身边的时，伊做一个动作，互即个社会学家规个人扛去。伊行到伊查某囝边仔时，出力拿对伊查某囝甲直接旋落去。伊讲：你敢毋知影你皮肤是乌的吗？乌人吼，敢会当坐后壁尔，这毋是乌人会当坐。那甲伊查某囝牵伫后壁，这个社学家转伊甲伊太太讲：，这个姊妹善伊的囡仔的喙皮，总是毋是咧善伊的囡仔喙皮，是善于咱遮的白人的喙皮。当然咧讲的是，伊太太甲伊讲：，我甲你讲一个国家，伊伫校咧教册，人要来申请校爱写自传。伊讲我中间有一个学生的自传，我讲互你听。因为这学生伊伫自传的中间写讲，伊一生永远袂记咧这样代志。就是伊开始读册时，真欢喜去学校。啊，迄阵黑人白人已经会当做伙读册，总是无共班啦，吼。伊讲伊去的时看一群同学伫遐咧耍，啊，伊就走马堪伊耍。当伊去到迄个所在时，无人插伊。当作伊无存在共款，毋然呢，一个离开，伊感觉真艰苦心，想来因无爱甲我做朋友，啊我看因则好，我对因则好，后来有偏偏是乌的学生行我来，毋然无同情伊，搁伫遐甲伊讲，你也无想看你的皮肤是啥物色的。互伊的心非常的艰苦，这白人至杀伊伫遐艰苦流目屎，偏偏同款堪伊乌皮肤的人，嘛伫伊的身边甲伊踢笑，也无认分讲你的皮肤是乌的。伊讲伊转去了时，随马上去疫情，用杀文、用枪啊，一直撸伊的皮肤，嘛要甲伊皮肤啊撸较白，总是撸了皮肤毋是白，变红的，因为血拢流出来，伊讲一世人伊拢袂记住。我想，这就是实在的环境，这是真感谢上帝。咱有看去迄个金恩博士哈，Luther Martin King 哈，伊嘛是乌的。伊嘛是面对当时社会，互因袂使甲别人做伙坐迄种环境，总是讲一句话：我有一个梦 ，I have a dream。因为这句话，伫遐来改变整个的历史。这是一个牧师，是一个教会，是信徒，是一个基督徒。我想，今仔日咱有看见伫信仰的历程，对以色列来讲。一项就是因对家己的认同，对家己的肯定。虽然因是要死的阿南人，虽然因是架脚伫埃及，总是因无袂记因的身份，因认同因家己，伊无袂记因对家己自我的肯定，因为因是上帝的选民，因真诚恳来面对家己的无完全。因诚恳面对因家己无完全的事，迄个时阵，伊就互完全的上帝入到伫伊内面，成做因的主来补满伊的欠缺。有影咱有咱的无完全，咱有咱的欠缺，有影咱爱面对一个真实际现实的环境无形中所互咱的，总是咱无因为安尼失去咱家己，咱对咱家己这种的自我肯定，咱对咱家己这种的认同。
总是咱嘛爱诚恳来面对咱的啥物无完全，上帝要保护咱，这是咱的信仰。我亲像一个神学家 John Bright 伊写以色列书，伊研究整个以色列书中间，伊讲以色列这个民族，跟别个民族所无同，永远袂伫遐累积，永远袂伫遐啥物消极，是因为因的信仰，是因为因的宗教。我想，咱对今仔日圣经，咱有看见以色列对一个要死到底得到活命这种的信仰的历程。咱嘛对今仔日的圣经，人看见一个对奴隶到成做主人这种历史的体验，对一个奴隶到做主人的民族这种的转变，伊这种的一个历史的一个体验。咱若去看这个以色列史的时，咱看见这希伯来人，伊本地是一群啥物？一群遐个咱讲无紧的游牧民族，就是安那今仔日住遮，后个月可能去住遐，对着迄个啥物草啦、生长遐来咧行，这个游牧民族，甲这个啥物做生意的旅行的人，今仔日来遮拍拉，然后走去迄边卖啥物？卖迄个皮，卖啥物？然后住遐，看一群咱讲佣兵。结合成做这个民族，这个民族伊捌做过奴隶，伊经过400多年久的努力，伫摩西、伫约书亚甲这士师因的引传带领下面，到伫扫罗大卫，到伫扫罗门王迄个时代来成做家己的主人。我想咱对出来就伫第1章到第3章，咱会当看起这个历史的典故。当特别伫这个记载中间，互咱有一个感觉，嘛互咱一个明白，一个了解，甚至咱通过这个经节的描述，咱会当体验到奴隶甲主人的差别伫倒位。奴隶就做啥物？就做人的车用尔嘛。我想伫圣经内面，你来去看这出来，你会看见奴隶甲主人的差别伫倒。奴隶毋是人啦，是物啊。主人才是人，所以奴隶毋命无自由之身吼，伫主人来看吼，嘛是一个物件啦，毋是失去自由的人，甚至是一个物件，因为伊生命权是控制伫别人的手，这是真可怕的一样代志。这个是有时阵啊，大家想咱吼，咱有时阵嘛是安那，咧做奴隶。咱咧做物的奴隶，为着要爱食物件，咱爱食做这项物件的奴隶；为着咱人无这种欲望，咱就食做这种欲望的奴隶。敢毋是？我一个朋友捌咧讲，伊讲吼，阮朋友一个囡仔吼，我想讲伊安尼足拍拼吼，足认真吼，真好。原来是有目的的。你讲下课了去拍工，寒暑假人咧佚佗少的时嘛拍工，就欠钱去创啥物？因为伊真期待爱像别人安尼摕一个 LV 的迄个皮包啊。伊讲他2万外箍，拍工真认真。伊无爱甲许多人摕钱，伊感觉这是奢侈品，这是我爱的。所以我袂当甲许多人，我许多人安那真安那。拍拼咧趁钱是阮啊，我无可能去讨这。读册我嘛爱认真读，总是我会当利用时间，为着我要爱这样物件，我可能牺牲甲人的交往，为了这个物件，我牺牲甲许多人的时阵，到尾总是为着我要得到这个物件，无一个程度，变成成做一个物件的啥物的奴隶同款。保罗伫自由甲做奴才这个信仰的一个论述内面。保罗伊真清楚伫遐来表达，人要成做主人，人之所以成做主人的根据，就是安那有迄种得到讨棒迄种的感觉。主人伊要安怎就安怎，咱亲像伫咱一般来想，奴隶就爱去请教主人，奴隶就爱伫小主人的范围内面来，所以伊安那无用中缩了。
我想其实咱生活中间，咱嘛时常会有咱的传统和咱什么其他人说啦，无用中咱的这些啥思考的模式啦，咱的价值观时常拢会有受到这样物件。当咱会当来克服这样物件时，咱就是咱亲像伫咧头绑。我讲我家己一个经验，我过去几年久伫进修学习的时候，我带哩美国一个大学城 Ann Arbor， 这是 Michigan 大学内面这个城市就是因为这大学存在，人口无到10万，学生就占36000，跟学生有关的遐教职员啊，什么等等这加，所以差不多就是拢含校相关的人，所以伫迄种的环境内面生活足免咱讲咱讲足 easy， 足爽快。开车你也免烦恼，逐项都免烦恼，甚至你像讲你咧开车要去停，要去停中间，你若先拍方向灯，一个人较晚伊无拍，伊看你先拍，伊无拍，伊互你停，因为你先讲我要停这位。甚至当你要停的时，有看到长辈，你也无停，让伊停。生活这环境内面，你会感觉足爽快。我一个印象真深的，就是变咧落雪中间，我去买一个物件，我出来一个少年伫咧顾车。咱伫台湾环境若听人讲有人爱顾车拢会紧张敢毋是？伊玻璃小甲伊切咧，就讲我你切要提几呢？一个少年顾车，等我到位时，伊讲这台车敢你的？我讲嘿，伊甲我讲啦，讲做实的，我头拄车要停入面去甲你骑掉，落雪天。伊讲我去甲伊骑着，这是我的保险卡，你会当联络我的保险公司，伊会当甲你赔。我知影伊甲你赔，总是你的保险费就爱增加嘛。当然，咱袂互这个少年人去赔，因为伊落雪天伫遐为着等你出来要甲你讲这，咱无可能去。你活伫这种的环境内，你会感觉真爽快。总是有一届我朋友去美国找我了，我带伊招我去佛罗里达去迪士尼去耍的时迄礼拜我哪想活伫一个真恐慌的内面，因为我逐工对朋友的厝开车去到迪士尼，遐佛罗里达咧开车的人，我时常甲因讲，伫遐开车的人，大家拢会当摕咱遮计程车司机的执照，冲来冲去，你咧开车足紧张的，惊讲突然间一个扑一甲你出来，一个出来。我当下咧甲人讲的时候，甲我讲讲，因甲我讲，你敢知？台湾的护照来到佛罗里达免去考呢，伫搭会当换。我毋知影是讲真诶，还讲假啦有影迄种啊，所以伫迄礼拜中间，我印象足深诶。咧开车，逐工咧开车那像诶性命毋是伫咱诶手，咱无爱要去人弄人来甲咱弄。就是当后来，转来到伫沿海无迄个所在。无形中就无不知不觉中，感觉规个迄个精神拢拢放松来，这就是头绑。咱的信仰，互咱伫人生的束缚的中间，人伫着头绑。因为咱的信仰，上帝将做咱的倚靠，咱对上帝迄种的相信，咱对上帝迄种的追求，咱对上帝迄种的回应，互咱感觉讲，上帝将做咱的主的时阵。咱就别安那受到车物件，甲咱束缚，互咱伫遐真紧张。连物件这台车来甲咱弄，连物件别人为着要闪迄台车，闪来安那，煞互咱去弄掉。有真多的操烦，这是咱今仔日伫信仰中间，咱就看去伊些了因历史的体验，互咱知，咱的信仰要互咱对人生来伫头绑，伫人生突破中间伫着头绑。就像我想伫今仔日中间，咱就看去，毋领伊这种历史的体验，咱搁看去一个对苦害到伫老年老民族迄种的成长的过程。因伫埃及受到迄种的苦楚做苦工，总是因为上帝一个应允放伫因的头前，是一个老年甲老尾的所在。这是上帝的应允，因要怎样对伫一个受苦害到伫老年老尾这种的应允的中间，就是因不断伫人生中间、历练中间这种的成长。我想生活甲生命的意义，不在伫物质的济少。以色列百姓对因特别死迄种的环境，到真做强大佮济迄种国度的结论，就是什么？
认清因的目标，就是上帝对因的应允，然后伫认清目标的下面，用认同甲共识伫遐来起造三角来行这条路。咱知影因对埃及到入迄个老尼老密的迦南地，咱若捌去以色列，咱就知影，若开车偌久，无介久啊，对无？佮互你用行嘛袂偌久，总是咱有看去因行偌久，是啦。伫即个中间，因经历真济的苦楚，每一个人承受无共款。伫即个承受无共款中间，因为因共同对上帝迄种的应允的忍耐、持守，互因会当用同一的心来行遮。我说伫咱的生活中间，咱拢有咱无共款承受的程度。有的人体格较好，可能伊会当举50斤；有的人伊体格较差出来，敢会当举30斤。我想，无论是50斤也好，无论是30斤，拢是举，拢是上帝所教导。伫上帝所教导中间，咱若会当用一个共识，用一个认同来成做一个合一的时阵，就咱会当赢过遮。我想，以色列百姓虽然因伫成长的过程的中间，因伫对埃及到伫老尼老密的这段路的中间，因有无共款程度的迄种的苦害、艰苦，总是因望迄个老尼老密迄个上帝的应允是共款，这是因的目标。所以伫这种共同期待内面，因就需要三角手牵手、心连心，伫遐来同行这条的路。所以，咱嘛当换一个角度来讲，以色列百姓因所信仰的上帝，对伫老尼老密的应允，这是因共同，这是因共同有的目标，这是因所有的认同。用这种的信，用这种的认同来超越因个人所承受无共款程度迄种的苦害也好，责任也好，重担好，到底因得到应允。所以我想，伫今仔日咱的信仰所予咱的，咱无法度用一般的社会来评断。今仔日咱伫生活所遭遇甲无常的人，无法度来做评估。多亲像拄则所讲，就是 John Bright 伊所讲的。伊讲以色列所以甲其他的民族无同，因永远袂失迷伫迄种的社会，因永远袂伫遐因为累积消极来面对伊的人生，是因为因的信仰，因为因的宗教。相信今仔日咱的信仰要帮助咱，只要咱信，上帝要应出咱。希伯来人书11章。第1节到第3节讲得真清楚，信就是所望的实在，是未看见代志的啥物的确信。上帝帮助咱，互咱虽然活伫一个咱认为真实际的这种的社会环境内面，总是因为咱有上帝，总是因为咱信上帝，总是因为咱坚持咱对上帝的信，就上帝要保护咱，上帝要应出咱，咱当心额头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互阮虽然徛起伫各种无共款的世代，面对无共款的环境，就是被上帝你的听是真实的，被上帝你的关联是实在的。阮只要信来追求被上帝你，就被上帝你要甲阮三角伫咧。阮只要求，就被上帝你要互阮，
带阮经过这条人生的道路，互阮伫心、伫梦、伫听的中间，来承受被上帝的应允。主愿你成做阮的主，来引导阮、保守阮、帮助阮。愿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感谢甲恳求，拢是倚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